一個出軌嘅人遇上另一個出軌嘅人，其實並不是單純嘅偶然。對於某啲樂於出軌嘅人嚟講，有時最驚嘅反而係對方太過單身啊！喺 Threads 都見到有個熱門嘅討論，話而家返工成日見到有啲已婚嘅男女同事喺 office 度互相曖昧。啱啊，因為有啲出軌者係故意揾一個同樣已經有伴侶嘅對象，因為單身嘅第三者太容易要求結果。而外國一個婚外情嘅交友網站曾經喺超過10萬人嘅會員中做過一個大型嘅調查，發現到偷情者最經常係喺星期四嘅午飯時間爆房或者見面，證明有各自有家室嘅出軌者係好鬼中意 lunch time 嘅，因為晏晝食飯天經地義。不過食咩呢就唔知啦。21年有一個關於已有伴侶人士喺出軌時候是否有偏好嘅研究，有人就喺訪談中表明想要 a discreet affair with a married woman， 即係想揾一個同樣有關係包袱嘅人。原來當不忠嘅雙方各自有家室，係會形成一種所謂心理嘅對等感，罪惡感同時亦都會被淡化。所以研究中我哋經常又會睇到有啲出軌者其實並沒有明顯嘅後悔感。出軌嘅人遇上出軌嘅人，一般會以為安全啲，唔使上身。不過感情事就好撲朔迷離嘅，呢種關係最難收拾嘅結局就係有一邊突然認真咗啦。關於出軌，我想俾大家一個現實嘅睇法，就係如果你非常深愛你嘅另一半，仲出去玩，係一件頗為愚蠢嘅事。就算撇除道德，你用風險管理嘅角度去睇啊，我哋第一樣應該諗嘅唔係俾人發現呢件事嘅可能性係高定低，而係諗東窗事發之後，你是否能夠承擔嗰個後果。只要你視對方為你嘅一生摯愛，你點都唔應該去罵。好啦，咁下一條 views 我哋會講一下點解有啲人出軌之後反而對佢原本嘅關係會有所幫助。